嗨，大家好，我是探平树。今天是2025年7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媒体的文章，这个《求是》杂志今天刊登一个评论员文章，标题就叫"房地产筑底到底了吗"。这个《求是》杂志大家应该知道吧，这里就不多介绍了。《求是》杂志它发出了一个疑问，就是房地产筑底到底了吗？我想这个也是大家所关心的，这房地产到底有没有到底？这个求是评论员说，他说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上半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3.5%， 销售额同比下降 5.5%。尽管量价齐跌，但跌幅收窄，市场资金来源有所改善，房地产总体上朝着止跌回稳的方向迈进。房地产是观察中国经济的一扇窗户，这个观点跟我一样。咱们这个节目老有人问你为什么老是说什么恒大暴雷，实际上我们这个节目是通过房地产去观察中国的经济，通过恒大来观察房地产，通过房地产来观察中国经济。求是人家也这么说，房地产是观察中国经济的一扇窗户，所以以后就不要问那些很幼稚的问题。求是杂志说，为房地产问诊也是在为中国经济把脉。这个境界至少说明我跟求是的境界，这个格局，这个高度，那还是差不多的。近年来，受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影响，我国城镇化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出现重大变化。说量的方面，由总量短缺转变为结构性供大于求，保障性住房供给相对不足。质的方面，居民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房向好不好转变，对提升居住品质愿望更为强烈，体现在房地产投资和商品房销售市场上，则是增长由正转负，甚至一度失速下跌，严重拖累上下游产业链，对实体经济的需求端、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和金融机构的负债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去年9月26日这个会议召开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虽然有所波动，但总体上呈现出企稳态势。当下业界对房地产市场究竟是止跌回稳，还是会一路探底，仍存在较大分歧。房地产市场到底了吗？人们高度关注。这个求是也没有避讳，他没有选择视而不见，他指出了目前的市场上的分歧。有人说止跌回稳了，但是还有声音认为是一路探底。我们看看这个求是他怎么说。他说房地产的底在哪里？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房地产对宏观经济的贡献方式也相应从增量拉动为主转变为存量带动为主。2024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7%，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不到 50%， 有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有待市民化。要改变候鸟型城乡人口流动，实现农民向市民转化，满足新市民的住房需求，要解决相当多老旧小区面临的加装电梯、停车、充电等难题，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需求，都意味着房地产市场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房地产的底在哪里？还要看市场、看预期、看举措，明确房地产短期波动的区间。过去资金过度向房地产集中，部分房企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金融机构形成大量坏账。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市场出清的过程，这就是我老是说的，要加快破产重整、破产清算，这就是个市场出清过程。但恰恰相反，就我们的房企、我们的金融机构、我们的主管部门都在拼命的在救这些房企。救房企实际上就是延缓，你延缓实际上就谈不上什么加快出清。房地产兼有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属性，人们习惯于买涨不买跌，之前的深度调整
在相当大程度上会影响当下的投资决策，这些都导致房地产探底和筑底会有一个过程，而且在筑底和转型阶段会有量价波动。说因此，尽快形成良好预期，避免非理性恐慌尤为重要。需要我们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近期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加快推进好房子建设，精耕细作，提升居住品质，必将促进房地产市场筑底回升。作为关联国民经济许多行业，涉及政府、企业、居民多个部门，贯穿中国城镇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行业，房地产的经济表现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底是否已筑稳，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分析。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经济稳步前行、向新向好的发展态势，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我国持续出台利好政策，正为房地产行业不断增添新动能，注入新活力。对地产的未来，我们应该有信心。说了这么多，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房地产筑底到底了吗？大家应该对宣传部门这些宣传手法多少有些了解。房地产筑底到底了吗？没有给予正面回答，那就是回答。如果到底了，那他一定会斩钉截铁地说到底了。避而不答，恰恰说明没有到底。大家好好想一想，作为喉舌求是不是这个态度？如果说他认为到底了，那肯定斩钉截铁的，现在已经筑底回升。说了一堆，无非就是心里没底。有没有到底？他没底。讲了这么多有利因素，说了出去都是存量里面，什么城市更新，什么老旧小区翻新，什么农民向市民转化，这些跟当前这楼市见底这个没有直接的关联，甚至有的还起副作用。咱们说了，你这个租房现在不是刚出了一个租房条例吗？这个非常好，为租房的人有更多的保障。但是你租房这个你越有保障，实际上这个对卖房就不利了，这就会加剧人们我租房也住得挺好的，我想有自己一个家的这种愿望就没有那么迫切了。我租房就能解决，那我为什么还买？我就不着急买。大家想想是不是道理？你在租房这一块整顿的越好，实际上是客观上就推动了、巩固了这些年轻人不愿意买房的这个观念，或者是推迟买，等以后退休再说。当然了，这个求是他也委婉的说出了，他说筑底会有一个过程。那现在在筑底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筑底的还有转型阶段，会有量价的波动。那意思就是，既然现在是个筑底的过程中，那房价恐怕还要下跌，成交量也有可能下跌。但是他把这个都叫做筑底过程。实际上，房地产筑底到底有没有到底，我们可以通过房地产的上下游来看，对吧？我们不要看房地产本身了，本身什么情况大家也清楚。我们看看受房地产拖累的家装行业。中国房地产报报道说，突发居然致家实控人汪林鹏坠楼身亡，5天前刚解除留置。从被留置调查到坠楼身亡，汪林鹏的资本棋局在57岁戛然而止。7月27日，家居行业传来重磅消息，居然致家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汪林鹏坠楼身亡。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从居然致家内部人士处证实该消息。7月27日一早离开的，现在还在调查中。7月28日，中国房地产报记者又致电居然之家投资部了解相关事宜，工作人员表示，我们现在还在等通知，一切以后续公告为准。此时距离汪林鹏解除留置回归岗位仅仅过去5天。这位曾身家125亿元的家居巨头掌舵人，以一种令人唏嘘的方式告别了他一手打造的资本王国，也给市场留下了诸多谜团。
巧了，昨天我的房地产节目里面，我还谈到了作为房地产下游的家装行业，也是多事之秋，我就谈到了居然之家的王林鹏刚解除这个留置。我做节目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跳楼了。这个王林鹏跳楼是晚上，昨天大概晚上不知道是6、7、8点钟才传出来。我昨天就讲了，作为房地产下游的家装行业，那怎一个惨字了得啊！你现在看看，又多一条人命，生无可恋了。什么叫生无可恋？这就是生无可恋，一走了之啊！昨天咱们还数了一下，7月17号，亮家居创始人曾玉洲在广州一走了之。6月份吧，什么西子电梯吧，创始人一走了之。5月13号，红星美凯龙创始人车建新现在还在留置立案调查，还没出来。7月24号，成都的叫富森美董事长，也就是家装行业刘斌被检察机关留置。浙江建投老板7月3日坠楼身亡。前2个月，北京的一家家装企业叫祝放儿，是几个北大清华的学生创业，在家装行业也是风生水起，结果已经爆雷。居然之家的老板啊，留置了3个月，刚放出来还没几天就一走了之，说明什么问题？他肯定还有其他问题，这咱就不说了。最主要的，由于房地产低迷，他们更多的来了，感受到这个企业的压力，生无可恋，现金流断裂。从今年开始，家居建材装修行业迎来的是出清式的这种叫低迷。我记得字节跳动旗下，他不成立了一个叫住好家吗？他在2024年就停止了签单，距离他启动运营也只有14个月。抖音大家知道吧？就字节跳动，它不缺流量，不像别的企业还缺流量，它不缺流量。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好家、好好住这样的家居社交平台都经营不下去，就说明这个行业到了什么地步，已经到了寸草不生的地步。如果把时间往前拨1年啊，就是2024年，国内家装第一股东益日盛资金链断裂，上千户家庭装修停滞。贝壳旗下的装修品牌叫盛都装饰宣布不再承接新业务，也就是开始收缩了，不接业务了，并在不少城市闭店。这就是房地产下游家具行业一个现状。很多为家居企业做配套展厅展位的装修的，就是家居卖场，它不里面很多展厅展位要装修吗？有专门做这个事情的人，他对记者说，他今年到现在不仅没有接到一个装修的订单，就连前年、去年做的装修尾款一直没能结清，也就是应收账款的要不回来。他告诉记者说，已被下游配套工厂工人逼得无法办公，公司也已经欠租3个月，如果再收不到钱，除了跑路走人，别无他法。这就是给家装行业做配套的装修的，给这些卖场做装修的这个人，这些供应商应收账款暴雷，也要跑路。不跑怎么办？不跑那就他也只能跳楼。我想起了这个大俄侵略乌克兰，他就废这个野心家，或者废这些军阀或者从政的，不是跳楼就是散步死。前2天有一个差点游泳死，那咱们就是废民营企业家，你看一个一个的跳楼，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恒大暴雷开始，房地产出现了这个叫低迷，那是需要人买单的，你不买单，我不买单，谁买单？买单的人现在是纷纷浮出水面，以这种决绝的方式在向大家宣布单了，他买了他该买的单。实际上有多少人是扛着的？多少韭菜，多少所谓的中产，在2021年、2020年，甚至2022年买了房，现在套在高位，一旦他失业，他实际上马上就爆雷，他实际上就在跳楼和不跳楼之间，在苦苦支撑。所以说，作为韭菜，还是要把心态放好一点。你看看这些民营企业家，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眼见他跳楼了，而你只不过是失去了工作，有什么好难过的？这个国际资产管理公司啊，认为中国楼市已有见底迹象。这个叫核保多元资产策略总监叫格雷厄姆
他说我们看到房地产市场有触底的迹象，因此房地产市场通缩压力正减轻，价格仍在下跌，也就是房价还在下跌，但下跌的速度没有之前那么快，这种情况开始有所缓解。这些都是微小的迹象汇聚在一起，可以说事情开始触底。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消费者依然疲弱，说但你可以看到财政刺激政策应该会有所帮助。我认为国际这资产管理公司啊，它对中国成交习惯的，对中国人这种心理，它了解的不是十分透彻。也就是他说我们现在的房价在下跌，成交量也在下跌，但是跌幅下降，跌的速度没那么快了，他就认为这个已经见底了。我觉得你放到美国，放到澳大利亚，你去判断，说不定是成立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往往叫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往往后面酝酿着更大的跌幅。现在是卖方和买方大家达到了一个动态平衡，就稍微一点平衡。这个卖方也就是很多韭菜房东，他现在已经不愿意再降价了，他还想再观望，因为他的压力不是很大，他已经过了那个敏感期，他现在是叫麻木，就现在再跌一点对他来说无所谓。也就是说咱们老说的，他心一横，反正他也不缺钱了，就这么着，我不卖了，你不卖，那买房的人觉得我认为这房价还要跌，所以我也不急着买，我在等，但是也总有等不及的刚需房要买的，所以它就造成这么个现象，这个房价还在跌，但是跌的速度已经减缓了，这个时候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脆弱的平衡。如果这个时候出来一个外部变量，或者突然出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出的不恰当，那就会打破这种平衡，造成业主恐慌。业主一恐慌，他本来他是不打算降价卖，就这么着了，现在他是打破脑袋要出手，要兑现，那就他拼命的降价，叫夺路而逃，也会导致那些刚需房他就更加我要坚持一会儿，我要明年等到后年再说。所以现在由于房东的这种麻木，房东的惜售，导致下降的速度降幅减小，这是一种表象，这个非常脆弱。毕竟现在很多房子它还能租出去，租金还有个三瓜两枣的收入，这是它的底气。等到经济更加低迷，等到这个房子再租不出去的时候，租房的人大量减少，租金下降，甚至他租不出去，那这些房东他就有可能要降价卖了。从2021年恒大暴雷到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恐慌式暴跌，也没有看到踩踏式暴跌，这个不合理，这也不科学。这个市场一定有一段时间，有那么个阶段是恐慌式的，是踩踏式的出货，往往这个时候才表明见底了，跌过头了。现在都是缓缓下跌，没有看见这种恐慌，也没有看见踩踏，所以我们不要赶上恐慌，也不要赶上踩踏。我们再看这个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7月28日公布，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育儿补贴按年发放，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其中对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不满3周岁的婴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补贴，是个惠民政策，我觉得是个好事，给这些也刺激一下，或者给那些生孩子的给他补贴，每年3600，3年就是9008，10008，说多不多，说少也还可以，买一些奶粉、尿不湿，总比没有强。但是这个你说会不会就刺激人去生孩子？这个我觉得挺难的。也就是这个措施能不能扭转新生儿这个出生率，这恐怕这个效果不大。最后我们再看中国经营报今天看那篇文章，叫公积金互助扩围，从购房工具走向家庭保障。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一人购房全家帮忙的住房公积金代际互助政策正从地方探索上升为行业热议焦点。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多地推出公积金互助政策，允许直系亲属间共享账户余额，支付首付或偿还房贷。
这一政策创新，既是应对居民购房压力的现实选择，也是公积金制度从单一购房支持向家庭民生保障转型的重要尝试。从实践来看，政策在降低家庭购房门槛、激活存量资金方面初显成效，而在房地产调控强调因城施策的背景下，如何平衡政策灵活性与资金安全，成为各地推进公积金改革的关键命题。实际上，有住房公积金的，就这么说，住房公积金稳定的这些人，他抗风险能力相比较而言还比较强，他的工作相对稳定。真正有这个需要的，有燃眉之急的，反而是那些工作不稳定的。他一没工作，他就没有住房公积金了，代际这种互相保障。他父母有公积金，用父母的公积金来替他还按揭贷款，就这种人有多少？相反于这种人，他就暴雷的风险还比较低。你看那些买了房子，站在山顶上暴雷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是家里父母不仅帮不上他，恐怕他还要给父母每年还给一些补助。所谓的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上班他有工作，他就有公积金，他一旦被裁掉失业，他就没公积金。所以公积金互助对那些公务员、对事业单位的、对国企的这个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他们又不需要这种帮助，这就是所谓的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每一个政策看上去都是有用，实际上都解决不了关键问题，解决不了核心问题，都是一些鸡肋，看着有用，实则不起效果。4年多来，不就是在这种各种挤牙膏式这政策不停的出的这个背景下，房地产到了今天这一步吗？这足以说明这些政策没有达到预期，而且也达不到预期。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